关心新疆的朋友，你们好。第一次录节目，技术也不成熟，而且我在墙内，必须要用变声器，否则你们懂的。我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想过我有一天会拿起麦克风来说共产党，说政府。在录这个语音之前，我可能10遍、20遍的练习，手还是发抖的，全身都发抖。作为一个新疆户籍的汉族，你说我承受了多少东西，才有这样的勇气？如果我1周没上，那可能就是进去了。又到了1年1季的毕业，我也不知道有些大学生现在怎么想的，居然想到新疆来工作，居然接受了新疆的人才引进。你到了新疆，你的户口就迁到新疆了，你的子女出生地也会是新疆，以后你的子女想出国，他的护照上出生地新疆，签发地新疆，你知道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吗？你心里可能想得很美好，你是来援疆的，可是你进到这个坑里就没有那么美好了。你拿着新疆的身份证，你要过全中国最严格的安检。我是新疆的汉族，土生土长的汉族，而且我没有任何前科，没有任何违法记录。我到内地去，比如说到浙江、到福建、到广东，住宿被严查，发快递都被严查。因为工作需要，在那边常驻办事处租了一个房子，租了好几次都租不到，好不容易租到一次，都算我是半求他的。因为现在内地很多地方开会，只要是新疆户籍，不管你什么民族，都要上报社区，都要上报派出所。很多地方他那个租房房东他嫌麻烦呀，他就不给你租啊。虽然政府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给你租房，但是在底下已经形成了这种默契，给你新疆户籍租房，它就会带来麻烦，他每个月要上报，社区还要来检查。我们公司在乌鲁木齐，我经常要去那边去发货，到义乌啊，到广东去的都比较多。住宿上面的歧视，简直让你在内心心底就无法接受。你去那边老外很多，那些阿拉伯人，那些非洲人办住宿很快就可以办完，但是你拿着新疆身份证，你去了以后，你甚至要出示车票，甚至说来往目的。更可恨的，有可能还要让你把包打开看一看。如果是少数民族，派出所过来人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是公民还是贱民？你让我爱国，我怎么爱？我哪有归属感？我因为是新疆户籍，我到了南方去，到了内地去，到了北上广，连非洲人，连阿拉伯人在中国都不如，完全没有一个国家的感觉，完全没有归属感。而且新疆公安强制录取你的视网膜、声纹、指纹，还要采集你的血液。你不去采集，不去录指纹，他就把你户口冻结了。打的旗号是办第3代身份证，但是第3代身份证我到现在也没见到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新疆的社会环境、政治环境非常复杂，完全不是一个你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。而且你过来，你进了公职机关，很难说自己会去做什么工作，你可能最后做的工作和你当时应聘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儿。而且你入了党，你就退不了党。你在中国，你敢退党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吗？你刚开始可能感觉很好，我干公务员，但是你知道公务员现在在新疆辞职很难，这个都是要记到档案里头的。你在这边辞职，你想回南方再去考公务员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而且以后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子女，这个打个问号吧。而且现在新疆财政也没钱，钱都拿来维稳了。你来了以后，各种补助啊、奖金啊，不会有多少，活还特别多。新疆这地方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官威很大的。刚开始你能不能受得了这么多气呀？新疆你不要说是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、师长了，你就算当一个团长，你都可以和内地的市长甚至省委副书记官威去比了。级别不高，官威大，天天正式学习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。而且新疆现在集中营已经要常态化运行了，如果你因为工作失误，说不准你就进去了。毕竟新疆这个地方权力过于集中，而缺乏任何监管。领导说你是人民，你就是人民；领导说你是暴恐分子，你就是暴恐分子。你工作上犯点错，领导说哎呀，人都有犯错的权利嘛，给个机会嘛，你可能就过去了。如果领导说这事儿不追究，对不起老百姓，那你就完了。因为这边没有任何的原则，没有任何的规则，就是领导说了算啊，完全就是权力社会啊。包括你去做生意也是一样的，这边领导都是关起门来打狗的，招商引资的时候跟你说的好听的很，给你3通1平，给你通水、通电、通公路、平整土地，电费便宜，水费便宜，然后税收优惠，然后招工还有招工补贴。但是当你把钱投下来的时候，当你这个生意马上快活的时候，这时候领导就开始雁过拔毛了。各种政府机关、各种有关部门都会好好照顾你的，还有有关部门的相关亲戚。如果你觉得你能应付得来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你后台背景够硬的话，可以过来。今天说的比较混，也没有草稿，反正想到哪就说到哪。如果大家反应好的话，或者想听的话，我找个时间还会跟大家聊一聊，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，我专门做一个抽点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